信息227首，全地拢着主上帝。这首信息是对诗篇96篇的第1节到13节啊。伊的作者伊的作词是迄个杨世勇牧师这以前咱所有的拢介绍过几若届啊，作曲的是叫做李景行牧师啊，李景行牧师是较罕咧介绍但是有一件代志，互咱知影，就是咱即本信息信息伫编辑的时阵总会伫编辑的时阵，有请李景行牧师来做召集人所以即本信息内底有一寡诗歌，不管歌词还是作曲，其中有几首是伊所做，啊，伊也是负责即个总会咱即马手提即本信息内底的编辑所以咱知咱信息即本信息拢几首，有人知无？你甲掀开看卖，推喺后壁650首650首。即首信息内底选真侪条，咱以早前一版的信息，佮加上一寡咱本地啊甲国外其他诗歌，各国的诗歌因为咱的迄个长老会就是要推行种，咱所有拢是每一位国家共款拢共款用共款的诗歌来学老上帝，所以内底有印尼的，有菲律宾的，有任何各种的歌伫内底啊，咱来唱即条信息227首，全地拢着主上帝，咱请琴弹一下。全地拢着上帝来唱新歌无题，日日传播以大救恩，感谢乌鲁敬尊啊，一条真短歌来做伙来，全地拢着主上帝来唱新歌无题，日日传播以大救恩，感谢乌鲁敬尊在以内。就是俄罗信息第2首，这首信息主人
温柔忍耐声音吼，即条较特别，即条是印尼的一条歌吼，一条圣诗吼。今仔日圣经学院的牧师，伊要甲人分享马可福音有一段耶稣的故事吼。伊的医治吼，甲伊的拯救。所以咱会使斟酌来听牧师的教导吼。咱会使对即个进度内底来回想即个信息是安怎？耶稣要医治有欠缺的人，为什么耶稣会定立十字架？即个道理吼。所以咱用即首信息来回应伊所的进度吼。即首信息真特别，我讲的，咱的信息内底除了依照欧洲来的信息以外，佫有咱本土的信息，佫有各国的信息，即条是印尼的信息，但是你听起来敢若日本调，咱听迄轻弹一下，来。主温柔忍耐，声音听了受感化。真特别的一条歌，咱做来唱一摆来。遮工作的人，我毋知你听即条歌是毋是甲恁的迄个印尼的迄个共款吼？我听起来敢若日本调吼。那个真好听一条歌，歌词嘛真有意义吼。即个歌词是引用圣经内底马太福音第11章内底所讲的吼。既然路口飞动台，会使到我遮来，我就互你安享。咱搁来唱一摆，第一节搁来唱一摆。伊的前奏会有两。练习到遮，咱三个准备心来做礼拜。
今仔日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奉献地啊，拢咧各位的座位的头前哈，请大家会当奉献，关心大道。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恁着阿罗上主，恁着感谢上主，因为伊是好，伊的主爱永远伫咧。三甲因诗来阿罗上帝，圣诗227首，圣诗227首，请起立。
只是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对圣神同来，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本应必然道领来受苦，并是给死埋葬而有。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我就天，当这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要对也不来审判无人甲死人。我是信是信是是的教会，信徒的信徒，罪赦免，肉体叫我因我的话。请坐。咱三角面启应文第23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23篇记载伫圣诗第1039页。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就请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对着万国宣布上主最强，世间坚固袂摇动，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三角压下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诚心阿罗你，为着你所创造的天地甲宇宙万物，为着你恩赐人类智慧甲心灵的瓦靠，阮谦卑诚恳来敬拜你，因为你的慈悲，因为你的信实，互阮的灵命会当得到永活。亲爱的天父，阮有罪，阮时常因为家己的私心甲家己的贪念，袂去接阮的一切，拢是因为上主你的恩赐。袂记了，对你应该有的谦卑，对你应该有的顺服。主啊，伫你的面头前，阮是遮尔啊软弱，咧对抗私心、欲望的能力甲勇气顶头，阮是完全无法度达到你的期待。特别是咧全世界拢处伫战争、对抗、甲环境伤害即个时阵，阮恳求你会当互阮。搁较会当细心来体察、敬畏你的大能，互阮有机会重新来检视家己咧人生顶头的软正、无知甲自私，然后阮会当好好反省、端正家己，互阮忠心甲你搁和好。主啊，阮有罪，阮辜负你所恩赐的资源，真自私咧浪费资源来满足世俗的欲望。致使了规个地球的环境承受足大的污染的压力，特别是人类常常借着环保的名，制造搁较侪大自然无法度处理的废弃物，互你所创造的自然环境遭受着搁较严重的破坏。特别是这20年以来，人工智慧甲电子
神经网络快速的发展，在有限的资讯、偏差的价值观，也未经过严格检视的推论内底，互你所运作的工具，成做魔鬼侵入人类灵命的新环境。每一摆人工智慧的运算，拢耗费极大的资源。主啊，愿人类自私贪婪，误用你的运输，互人类更加消耗自然的资源，更加快速迷失家己。这是人类追求人命归属足大的挑战。愿诚心恳求你，会当运输阮更较大的智慧甲能力，互阮会当善用你对人类的运输，互阮用实际行动来拒绝魔鬼的引诱，谦卑仰头认罪，来成就你对阮管理世界的托付。主啊，阮也看到愈来愈多国际领导者刻意来挑拨廉价受分对立甲战争，来谋取家己的政治利益。受灾的百姓烦恼、哀伤、痛苦、绝望的面容，拢无法度柔软掌权人的心。求你会当赐予所有掌权的人了解，国家是因为人民百姓才会存在，世界是因为你所创造的万物才会存在。无必要的，出底私心，毋是公义的对抗，甲资源的争夺，甚至挑拨战争，是违背上主心意的。阮恳求你，会当互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了解，人类的平安甲生态的平衡，这是上大的利益，这是合于上主心意的做法。求主互这个对人民、对环境制造伤害的领导者，会当悔改，会当互受灾的人类、互自然环境会当得到休困。主啊，阮恳求你会当伸出慈爱的双手，互受伤、受苦、受灾的百姓感受到你的救赎，体会你对众生的爱。互众百姓因为体会你的爱，看见光，看见因光明的未来。主啊，受到惊吓的心，求你会当抚平；受害的身躯，求你会当医治。因为战乱死亡的灵，求你会当接纳；教会的事工，求你会当时时看顾；也愿你会当指引咱所有的会友的灵修，提升所有会友属灵的生活甲生命。主啊，我愿甲你同在，甲你同心，甲你同行。求你会当互阮每一个人有一粒平静的心，领受你的教示，互你的话进入阮的心内，互阮得到造就甲帮助。阮拜了以上的祈祷，深深恳求你的接纳。阮也要照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来念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第7章第31节到第35节。新约马可福音第7章第31节到第35节。台语和日本圣经新约第48页。耶稣阁对催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对地加波利境的中央到加利利海，有人带一个臭耳人，挂着喙管就近伊，求伊甲伊握手。耶稣带迄人离开众人，到边头，将枕头探伊双边的耳孔，搁配烂来摸伊的指，仰天吐气，甲伊讲：伊发呆，就是讲开。伊双边的耳孔就开，齿管也透，讲话明明。请黄国通牧师来讲道，题目是伊发呆。刘弟兄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今仔会当代表咱的圣经学院来到咱的教会来各位来请安。而且我特别要来感谢咱大牧师，和咱这个小会这个长老同工的接纳，我有机会伫遮主日甲各位来分享无论是介绍还是直接讲分享上帝话语。下面呢，我想要邀请咱的同工帮我放一个鸦片者，多谢。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咱学院的意向是用4个 R 做目标。第一个 R，rest。圣经讲，拢静静，就知我是上帝。伫无用的生活中，真侪人心灵真疲劳。圣经学院毋茫提供兄弟一个所在。会当安息，搁恢复气力的所在。第二个 R，relationship。伫梦中，雅各看见有一个腿伫地呢，腿的顶面拄天，有上帝使者伫腿呢起落落。伊亲身经验上帝甲人连结。圣经学院是一个互大家伫遮会当甲上帝三拄，甲人三拄，甲大自然三拄的所在。第三个 R，renew。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话已经过去，但拢变做新的。咱看见真侪人伫圣经学院透过课程、聚会、服侍，生命受到更新。心灵受到翻转，有限的生命因为伫基督里转变做无限的祝福。第四个 R，recreation， 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阁讲一解，着欢喜。伫即个所在，喜乐毋是表面的，是一种深沉的生命力。阁较重要的，生命着不断更新。有新的创造，圣经学院期待做一个充满喜乐、稳定甲创意的所在，互兄弟会当发挥恩赐，做伙创造新的服侍方式。亲爱的兄弟，灵性成熟的4个 R， 无单单是理念，阁是真实发生。伫圣经学院无数生命中的故事，今仔日咱诚恳邀请你甲咱做伙，透过你的奉献甲支持，互即个梦想继续延伸，互搁较侪人因为上帝的疼得到更新。感谢主会当互我今仔日代表咱学院吼伫遮。透过影片，咱嘛知影讲，即摆目前咱的学院呢，伊伫即个4个 R， 即个灵性的更新这意向
特别即摆目前咱学院的即个事工吼，的重点就是即个信徒的培养，比如说咱教会也是正教会，咱的中职的同工的训练会、退休会，是即个培灵会吼，是即个场地提供互咱正教会会当来使用，倒来就是伫牧者安尼，伫在职的牧者，即个进修的灵性的课程，伫即个提供互咱即个兄弟有一个较好的即个空间设备，互咱的兄弟会当到遐来退休，来重新得到快乐。所以呢，咱今年圣经学院有一个伫遮嘛有一个提供一个就是讲一个算讲来甲各地来说明讲，今年度吼学院因为遮设备拢旧啊，拢过去已经十几档以上啊。所以今年要伫遮个有这预算吼，大概是300万，要伫这冷气伫互遮个灵修会馆这个教室吼，遮个冷气会当啦改善，互咱遮个正教会兄弟拢会当来伫遐阵会当有更较好的即个设备，会帮助咱不管是透过灵修，还是透过咱甲人的关系，会当提供互咱遮更较好的场地。所以伫遮嘛邀请咱会当特别为着学院来代祷关心甲奉献，感谢各位伫遮的做伙来同心为这个事工来努力安尼。好，感谢上帝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互我会当有这个机会，搁一遍来到上帝面前，会当来到教会，上堂教会，看到这间教会遮尔水的教会，伫圣歌队遮尔好的诗歌的献诗中间，得到重新的帮助。主，我嘛求上帝，你今日透过你的话语，对阮每一个人讲话，每一个人，阮会当听到你要对阮所讲的话，伫今仔日信息中间，搁一遍拍开阮的心，互阮会当领受上帝你的话语。阮的感谢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有一个专门咧修理即个古董、即个丝巾的师傅吼，就像咱即摆大家片看即个古董的即个丝巾吼，我毋知咱各位厝会敢有种丝巾吼，会安尼剁吼。种丝巾呢，都特别的，嘛是吼，种丝巾啦。算讲会晓修理的师傅呢，无多啊。有一工呢，有一个人客吼，伊就将因兜即个可能因阿祖。即个旧旧的这丝巾吼，伊是讲要互这个丝巾会当重新搁会当互伊行呢。所以呢，伊就找这个师傅的，是讲要来修理这个丝巾，因为这丝巾因10几年拢无动啊。所以呢，伊就找啊，找到一个这个师傅呢，师傅讲你这个丝巾哦，可能我无修理啊，我无法度啊呢。然后呢，伊真正是无简单去找一个老师傅啦吼。这个老师傅呢，伊就安尼在观察，伫安尼，看遮到底什么问题安尼。所以呢，这老师傅伊就将这个丝巾的这玻璃门吼，拍下开，来检查你的这个齿轮吼，看有什么问题无？所以呢，伊就将这个一寡齿轮的所在吼，剩一寡迄个灰尘，伊就摕迄个。类似一种工具吼，来轻轻的安尼，都点一个油安尼。无想讲吼，这个丝巾吼，重新都会当行。我相信，亲兄弟，咱的人生有时阵嘛，像就这个丝巾共款。可能咱拄到这个困难的，咱的痛苦，咱的挫折，咱的伤害，甚至是咱甲上帝的关系，互咱的性命，就像这个丝巾安袂动啊。静无声，咱可能真久拢无听到上帝咧对咱讲的声音，甚至咱的嘴呢，有时阵嘛法度来讲出俄罗上帝的话语，因为咱的心呢感受袂到上帝甲咱异地。可能这款的心情，这款的状况，毋知各位，咱这礼拜堂，咱遮兄弟，我毋知影咱每一个人，你现主是你的心。你心内敢有拄着类似的状况？你的生命拄着困境，还是你过去嘛拄着困境？所以呢，今仔日伫遮咱要透过上帝话语，咱要希望互耶稣
来帮助咱，互来耶稣安那来帮助咱定心，会当安那，咱的性命会当安尼行。所以呢，伫咱经文的中间，拄仔咱的书会有读到一个袂听到，佫袂讲话一个人，伊的性命嘛是陷落伫类似的困境的中间，直到安那，直到耶稣对伊讲话。当耶稣对伊讲话的时阵，伊的人生安那定心无共款。当耶稣对伊讲话的时阵，耶稣要改变伊的一生。所以这是呢，互咱安那，咱做伙来进入这个故事内面，咱要来看，到底耶稣是如何来拍开伊的耳孔，拍开伊的喙齿。所以，亲爱兄弟，咱做伙来看，耶稣安怎拍开，来到耶稣的面前，是稳定的开始。这位呢，无得听到，也无得讲话，这个人，伊活伫一个完全无声音的世界内面。对细汉到大汉，伊安那，伊任何的，无得讲话，伊只有用一寡伊的手势，甲伊的表情，甚至只有咱发出一个简单的声音，甲人来讲话。我毋知咱伫咱兄弟，咱的身边敢有看即种人？伊可能就是像安尼，身体有一寡问题的人，但是偏偏大多数人安那，伊根本毋知伊的意思，嘛看无伊的意思，过来呢，这人就是活伫伊家己的世界内面，无人注意到，无人会当关心伊，渐渐即款人安那，叫人忽略，互人袂记哩。并且呢，咱敢知影伫耶稣迄个时代，这犹太人认为讲，如果你若破病，也是你的身体有一寡问题，即款人安那，是因为可能伊犯罪，也是伊的祖先犯罪安尼。以上这个状况拢互这人伊的安那，伊的处境搁较痛苦，因为伊毋若是身体问题，伊嘛去互这个社会来排替，互这个宗教的领袖来轻视，甚至连伊家己拢感觉讲上帝应该袂接纳我这款人吧？但是这个时阵，伫伊的人生发生一个伊的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咱来看，伫这个圣经内面，毋是伊家己去找耶稣，是有人，是伊的朋友，关心伊的人，为伊来付出，带伊来到耶稣的面前，恳求耶稣为伊还手。圣经内面无讲这人是甚物人，这人可能是伊的厝的人，可能是伊的朋友，也是伊有一寡爱心的厝边。但是无论是甚物人，因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就是将这个需要耶稣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为什么？因为因相信耶稣有这个医治的能力，耶稣会当改变这个人的性命。亲兄弟，这敢毋是咱每一个咱基督徒应该做的代志吗？咱需要去关心咱附近的人，一寡需要耶稣的人。咱敢我都来学习今仔日，咱主动牵这个人，牵这有需要人的手，带因来到耶稣的面前呢，互因会当像咱安尼同款，会当体会到上帝的疼，互因的性命会当得到改变。安尼，我毋知咱甘愿，还是咱愿意做这个牵别人的手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互一款人接受主耶稣的医治。因为接受耶稣医治的人，互人的心定心会当得到甲上帝好的关系，这嘛是一个温柔甲亲密的关系。咱看这图仔片，咱看到耶稣呢，伫遮，你若注意到看到这个圣经章，咱来看到耶稣毋是当这人的面前来医治这个人，无，耶稣安那？耶稣是将这个人的手牵到伊的边啊，然后呢，耶稣要安怎做？伊要撇开这众人的眼光，咱看到主耶稣的这个动作，充满着对人
这个人安那体贴、尊重，互人会当感受到，哇，耶稣是看到伊的需要。袂讲像讲哦，我有这个能力，我伫即人面前安那，都是咧表演即个神迹啊共款。无，耶稣是要体贴即个人，伊知影讲即个人的心过去受伤害，所以今仔日耶稣要来到伊的生命内面，要成做伊的帮助。耶稣要安那？耶稣要行入即个人伊的生命内面，要医治伊的伤害。所以咱来看到吼，伫遮伫圣经内面。咱罕咧看，用耶稣用即款的方式来医治人，吼！耶稣安怎医治人？耶稣靠近伊，然后圣经安怎讲？圣经讲安怎？耶稣用伊的手，吼，安怎撑起伊的耳孔内面，然后呢，配什么？配喙烂去医治伊。我相信这个人。感受到耶稣这款的医治，耶稣毋是讲为基督讲互伊会当好起来。耶稣是靠近这个人去望伊，互伊会当经历到耶稣伊的医治。而且耶稣让人看到，这位耶稣是一位愿意进入人的性命，然后安那，伊要望到咱遮个人。软弱的人，伊要医治咱遮人的需要，因此，各位兄弟，伫今仔日，咱看到主耶稣可能要来，嘛要来进入咱每一个人的心，要帮助咱每一个人，特别是咱有的人，可能咱的心是关起来的心，耶稣要互咱倒一遍来体会到伊对咱的疼。但是伫遮有一个重点，咱敢愿意互耶稣来医治咱？当耶稣医治咱的时阵，咱敢愿意拍开咱的心？这个时阵也是上帝要医治咱的时阵。上帝讲安那，伊要医治咱，伊要医治咱，这是上帝耶稣互咱的应允。所以呢，咱来看这个以法大。以法大什么意思？以法大就是拍开的意思。咱的生命需要拍开。伫遮咱看到，咱看到什么？咱看到耶稣，迄当时啊，耶稣用这个天来吐开，这毋是一个随便的动作，这是耶稣伊的心感受到这个人的软弱，伊充满着怜悯甲唔甘，伊知影讲，这个人因为罪的缘故，伊来受苦。伊嘛知影讲，这个世界充满着破碎甲痛苦，所以伊啊啦，咱看这个豆仔片。耶稣啊，伊将伊的头天，这动作咱是求天父啊，天父啊，求你啊那医治这个人吧。所以耶稣讲啦，耶稣讲以法大，以法大原文就是拍开的意思，这是一个阿兰文，意思是讲拍开，互这人的生命重新拍开，拍开，互这人的生命会当重新得到医治。这毋是一个普通的一句话，这是带着上帝的权柄甲能力。需要说一句话，互这个人未听到、阁未讲话的人，伊的耳孔安那完全拍开，伊的喙齿安那松开。对这个时阵开始，伊的生命完全拢无共款啦。伊的生命完全无共款啦。这个人经历到上帝这个福音的医治。互伊的生命重新无共款，亲爱者，咱的生命敢捌经历过福音的大原理吗？我相信咱中间的人，有的人捌向上帝来祈求，求上帝来医治咱的生命的需要，可能是你的身躯，也是你的心灵。所以今仔的这段经文内面，我相信上帝要对这有需要人讲话，拍开，主耶稣今仔日要医治咱。拍开咱的心，拍开咱一切放伫内面，这个心的需要，拍开咱的耳孔，要听到耶稣真正的真理，而且呢，活出上帝的恩典，
互咱会当人来分享讲上帝伊会听。所以，以上亲爱兄弟，今仔日咱听到即个故事，即个圣经的故事内面，我相信这个故事毋若是一个医治的故事、新约，嘛是对咱每一个人的心灵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咱来想看卖啊，咱每一个人咱属灵的性命，咱是毋是有时阵亲像这个听袂到、佫袂讲话的人？就是像我所讲安尼，咱可能足久听无到上帝的声音吗？咱足久无得讲出鼓励人的话啊！咱足久无得来为主做见证啊！甚至咱心内面压杂，感觉有啥物物件缀伫咱的心塌掉的，看袂到上帝恩典，嘛感受袂到上帝对咱的疼。所以伫遮，我相信上帝要对咱每一个人讲话，拍开咱的心，因为今仔耶稣讲伊发呆，拍开咱每一个人的心，拍开咱的心，拍开什么心？拍开咱属灵的这个耳孔，会当安那听到上帝的声。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每一天，大多数的人拢一句话：我真无闲，我真无闲。哦，你问伊最近好无？我真无闲啊。但是咱详细想看卖啊，咱每一天到底无闲啥物？无闲工作吗？无闲课业吗？无闲照顾别人吗？还是无闲你咧算你的手机啊？还是无闲咧追剧？甚至无闲咧投资？无闲到互咱的时间，我都安静落来，我都好好来听上帝话语。特别呢，咱有时阵互咱的心内心的声吼来取代，内心的声啥物啊？互这个世界声来取代充满。比如讲啊，只要我欢喜就好啊，无管啥物人对还是毋对，我只有赢过别人，我才有价值。还是你有一个声音讲，我无够好，我永远无得达成这个上帝目标，我父母对我的期待，还是我的公司这头家，还是我的先生，我的这个太太的要求，咱就因为这个声音在咱啊，有阵时咱会听袂到上帝的声，甚至上帝要伫咱的面前对咱讲话，咱嘛安那顿。所以罗马书第10章17节讲啦，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对听基督的话。咱偌久无听基督的话啊？咱敢有每一天来甲上帝有好的关系？是读圣经呢？逐天祈祷，互上帝话语进入咱的心内面，还是你一礼拜就靠主日这个时阵来甲上帝亲近？有阵时来的时阵都无落专心，可能昨昏做对代志的，这礼拜做对代志的，所以咱需要互上帝的话都提醒，咱的性命需要经历到这个依法台，咱来拍开，咱需要甲上帝有好的关系，搁一份真心来经历着上帝对咱的疼，搁一份互咱会当明白上帝伊要对咱所讲的话，明白伊对咱人生伊的带领是啥物。我相信咱每一个兄弟，信主的兄弟，咱敢无相信，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是伫上帝掌管内面吗？你敢袂相信你的性命是上帝的掌管的引出来吗？我相信，我相信咱一切，咱的性命拢是上帝的引出。这是咱甲上帝的关系。以上，我相信，今仔日耶稣毋若是要对这个人，这个听袂到，都无落讲话的人讲伊发呆。我相信今仔日耶稣要对咱每一个人讲，伊发呆。你的心有拍开无？有啥物代志，互你的心无法度欢喜？有啥物代志，互你坐伫遮，你无落专心听耶稣的话语？有啥物代志，互你感觉讲我是一个可怜的人？我相信今仔日信心要透过伊的话语对咱每一个讲话。耶稣要对咱每一个人
使人讲话，你的心需要安那？伊发呆，你需要拍开，领受上帝对咱的听，因为上帝的听永远都无离开，只是咱受伤啊，咱将咱的心关起来。愿望咱今仔透过今仔的信息，好一遍拍开咱的心，领受上帝对咱的听。咱做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今仔透过你的话语来提示阮，你是医治的上帝，你也是拍开人性命的上帝。主啊，今仔对这个耳孔听袂到，我著讲话人讲伊发呆。今仔我嘛恳求主，对阮每一个兄弟的心来讲伊发呆，互阮会当拍开阮属灵的耳孔，互阮会当倒一遍听到你的声音，互阮会当倒一遍阮的生命里面会当每一天甲你做伙行，互阮每一天伫你的听内面重新得到快乐。阮的感谢祈祷是靠耶稣的名求，阿门。咱斗阵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做伙来读两遍。迄时，青面的人目睭会开，臭耳孔会来。迄时，青面人的目睭会开，臭耳人的耳孔会来。以赛亚书35章第5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81首，圣诗81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赖义家执事王文信执事负责奉献。
起立，请起立。请坐。咱来看消息报告，请先开周报第305页。第2点，今仔日是圣经学院奉献的主日，特派黄国通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黄牧师，请各位请者关心奉献。第3点今日早起11点要举行一场有入医疗宣传的讲座，欢迎兄弟当参加。第5点，教育组定伫10月初5礼拜顶晡11点要开办成人主日学的课程，经文甲新闻第2讲，由郭宗林牧师来主讲，气候变迁甲聪明工头，欢迎兄弟当踊跃参加。比如简单的午餐请有意要参加的人到公布栏登记，安尼咱才知影人数偌济。小组甲牧区的消息，第1点，双联团契定伫9月24号拜三顶晡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练习双年主日献唱的诗歌，请客友会当参加，比如午餐。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啊，咱兄弟姊妹若要参加讲座的请咱一定爱去报名。伊安尼才会当才会当较好去计算迄个备办的迄个餐的分量。所以请兄弟爱会记哩。好，即时咱来公道，咱来为着世界、台湾各地宣教师，为着教会甲别样的事工、建堂的事工，为着怀孕的姊妹余文。为着大院的集体如黄明月节，嘛为着失去亲人的遮的姊妹来祈祷，美芳节甲秀芬节，恳求主安慰因的心，嘛为着伫厝里疗养的临水长老美莲节、幼春节、公鸡节、道明兄、淑慧节、金魂节、雨婷、阿卡节、民主节、方梅节、丁友兄、俊生兄、以利、明理节、阿玉节。咱开喙为着遮个事，也为着咱今仔日所听见圣经学院的需要来祈祷。主，我们要为我们的生命所听见圣经学院的需要来祷告，主啊，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为来祷告，求你带领我们这样，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在灵性或是身体上的需要，都能够被你所补足。求你保护带领，看顾我们，在我们各样的事工上，上帝的同在，看顾。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主，阮相信你来到这个世界，成做阮的救赎主，你拯救阮的性命，也要引出阮头前的人生。主，恳求你帮赞，互阮兄弟姊妹会当掠条安尼的祝福。互阮会当紧紧来行主你爱阮行的道路。主特别伫祈祷的事顶面，是阮每一个人都会当做的。恳求主你就帮赞，互阮每时每刻会当为着阮家己，也为着阮的兄弟，为着即个世界，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主，阮今仔日听见圣经学院的需要，也恳求主你补足即间学院，互即间学院会当真做继续来培养人灵性的安尼一间学校。主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恳求你帮赞，互阮无论伫建堂的事工，
也是阮逐样的事工，拢会当互上帝你来固守，也引带阮教会所有年龄层，对囡仔到年长的，拢会当伫即间教会来得到信仰的造就。主，阮也要为着阮的肢体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伫怀孕中间的余文，互伊身躯勇健，也保守伊甲伊腹肚内的胎，也为着如黄明月姊妹来祈祷，也帮助伊会当伫病痛中间认捌你。主也为着真侪伫厝里疗养的遮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帮助。虽然久长的病痛会互人失去信心，总是阮相信上帝你的疼永远无离开，也帮助遮兄弟姊妹的家庭，互因会当伫遮陪伴因所疼的亲人。主也恳求你用逐样的方法来帮助、来医治遮会破病的兄弟姊妹。主，阮也要为着世界各国的宣教师来祈祷，帮助遮的宣教师伫适应文化、伫无共款的所在，拢会当有上帝你的固守，也帮助保守因的性命，甲因所做的工。也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阮也有侪侪乡亲还未认捌主，恳求主你也互阮会当有气力，将福音来宣扬，将阮的见证来介绍，互遮兄弟姊妹，互因会当来认捌。主，阮也要为着即个世界祈祷，恳求你怜悯即个世界。阮看见充满侪侪战争、天灾、乱象、人的自私。主，恳求你伫其中来治理、帮助，互你的公义会当伫即个世界运行。主，恳求你赶走遮黑暗，恳求你的光会当照入来，会当照入来遮黑暗的人的内心。主，恳求你的医治甲拯救怜悯阮，因为阮拢是有罪的人，阮拢需要你。主，恳求你伫阮的中间来掌权、来做王。阮也为着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来祈祷，恳求主你引带阮头前的脚步。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386首，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请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